月天影頻道首輪猛片《天王巨星》輪流登場。好。以人性嘅弱點作為致勝籌碼，億元巨富即將誕生。欺詐遊戲終極之戰，打擂台導演郭子健作品。10年後會變成點呢？黎明、文詠珊、李治廷為你鍾情。日本人氣漫畫改編，用有限嘅生命留住青春回憶。我的初戀情人，一代將軍經歷人生巨變。陳木勝作品，謝霆鋒、劉德華、成龍，新少林寺，不滅神話，燃起中華鬥心。救我中華！舒淇、甄子丹，你哋聽住，中國人唔係東亞病夫。精武風雲，陳真。我哋要去 where？ 好嘢！ 7月天影巨獻，星期天新片大放送。